大家好，我是粤剧演员毛维涛，来自杭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粤剧演员陈丽君，来自浙江小百花粤剧团。大家好，我是粤剧演员李云霄，我也来自浙江小百花粤剧团，然后在《新龙门客栈》中饰演金镶玉。那我们就依次来介绍一下今天的造型吧，因为我看大家都穿得很特别。我这个是改良的一个中式的旗袍，是我比较喜欢的。你呢？我今天穿的是一身偏金的中式修身的丝绒外套，然后有那个玫瑰的点缀，我觉得这个比较简洁和大气，比较适合我的气质，新中式和我们的粤剧的气质也非常的贴合。我今天穿的也是一身有新中式元素在里面的一身改良旗袍，然后呢我的发型是灵感来自于我饰演的角色金镶玉。刚刚也提到了新中式风格，这个风格这几年非常的火，大家有没有觉得粤剧或者我们其他的传统戏剧的戏服可以加以创新，成为我们新的时尚单品？其实这个戏服是有严格的规矩的，就是比方说什么朝代，穿什么样的服装，什么样的行当穿什么样的西服，所以当然有一些像刚才那个云霄说的金镶玉啊，我们新龙门客栈这里头可能我们吸收了很多这个电影的元素。然后也有很多我们自己传统的一些传统古装戏的一些元素，更偏于一种时尚和当下的一种色调的审美。我觉得戏曲元素是完全可以用到生活中的这个点缀的，无论是服装也好，还是饰品也好，我觉得传统文化跟现代审美是可以擦出非常特别的火花的。现在也是国潮盛行的时候，我们戏曲的很多元素其实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代表。然后大家其实现在关注了很多我们的传统文化，能被大家喜欢，说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它独特的魅力。只要把这份魅力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它就是一种潮流跟时尚。那么毛老师刚刚有提到不同的行当，咱们新龙门客栈是全女班阵容，粤剧也是粤剧艺术的美学特征。那么我想问，粤剧的女小生和花旦需要分别具备怎样的配合来呈现？你看看他们俩就知道了，她是小生，她是花旦。你看个头、脸型啊，然后平时因为由于训练之后，她会可能体态也会不太一样。可能对小生的要求就是脸型啊、身高啊这些，包括嗓音啊，都会要求比较独特一点，要带有一点，是不是有阳刚之气？说今天很流行的叫中性风啊，所以经过常年的训练之后啊，尽管我穿的很中式啊，就是很旗袍，但是我依然透出来的肯定是个小生的样子。然后如果让云霄如果穿上这样的服装，他依然还是会流露出一种很旦角的一种姿态出来。其实在舞台上，因为我们叫四功五法，训练之后呢，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种独特的气质，然后到生活里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，所以可能区别就在这儿吧。那我想问一下丽君跟云霄，你们今天选择红毯，是不是也是根据自己的行当的不同来选了一个不同的感觉？因为我看一个比较帅气，一个就比较有女人味。我估计君要是穿上云霄这个，可能走路都不会走了，对吧？可能我如果穿这样的服装的话，可能也会有另外一种味道。可能高跟鞋的话，我可能会比较困难一些，因为是第一次走这个微博红毯嘛，其实也是费了一些脑筋的。选择这么一身，就是跟我的行当也是有比较贴合的气质的。因为我们这个新龙门客栈比较出圈，然后我觉得大家对于我的期待可能也是偏飒爽一些。我觉得我今天这一个从头到尾的，包括我的妆容装扮，还是偏生活中的一个飒爽的一个女性的形象。所以您生活中也会选择比较帅气一点的风格？我的私服风格其实是比较休闲。云霄呢？关于行当，我以前也被毛老师在儿时的时候改过小生，但是后来每个人的气质不一样。等我长大了以后，包括我今天的这身装扮，其实我觉得就是合适，就是最优雅的。
选择自己最舒服的，或者认为自己最自洽的一种造型。所以我看今天还特意挑了一个胸花跟一个蝴蝶结的。对，就是女性角色嘛，风情万种。最后有一个互动环节，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重现一下我们新龙门客栈里的一些经典套路。那么最后呢，毛老师跟我们透露一下，2024年我们还有什么在粤剧上的创新之举会带给大家？2024年正好是小百花的40周年了，这个团非常年轻，但是一晃也40年了。所谓的40而不惑嘛。对这个团未来怎么能够创作更好的作品，培养更年轻的优秀的人才，这个是肯定我们会去思考。首先肯定40周年会有大动作，会有系列的展演，以及巡回演出。包括我们小百花其实是从香港起步的，对，我们83年首次应香港之邀才有了这个团，组成了这个团在浙江，所以我们一定也会从发源地就香港，当时小百花一场演出红遍湘江，所以我们也会从起源地重新去找到那个40年前的一个缘起。未来当然也会给君君、凌霄他们创作更能够代表他们当前的当下的一些更好的作品。